继续是在地人在地情，来看南投县鹿谷乡党顶茶米合作社所举办的党仔茶比赛。今年这个乌龙组有1268件来参赛，新品种有336件。即摆正咧进行着初审的作业。12月13会来公布着得奖的名单，12月30来举办着颁奖典礼甲展售会，到时阵冲啊来买比赛茶。2023鹿谷乡党顶茶米生产合作社党仔茶比赛，由20位经过茶改良培训合格品茶师拍分数。今年伫咧乌龙组和新品组，因为雨水有够，品质拢袂歹。今年的品质大致上送审的品质都很好，很一致的，要分它的高等高低比较困难分。鹿谷党顶茶米生产合作社为民国63年成立到他，明年就要满50周年。持续的跟我们的茶农、跟我们的社员来配合，将更多鹿谷的好茶可以推广到全世界各地去。这摆党仔茶比赛会伫咧12月13早起公布得奖名单，12月30伫咧鹿谷乡教育地区会举办展览会。鹿谷党顶茶米生产合作社欢迎民众思考来这杯有一个好茶米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